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过日该命运，造成爱离开爱上，有原因爱袂转来，流浪。 游戏啊，我老是过不了，尤其那个第3关一直死掉。哦，你要在魔王来之前先到顶楼埋伏了，不然会来不及。怎么样？不是啊，走错边了，右边。钱呢？我真的没钱了。 那要不我跟你白雪公主分享一下，小时候学游泳是怎么吓到尿裤子的、啊？不要了，不要，哎呀，不要！不要干嘛？有吓到尿裤子啊？哼！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了。要不讲很困难。我看哦。好了好了，我给你们钱就是了，拜托不要再讲了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。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再给你几天的时间，别让我等太久啊。 俊俊么？太君，嗰個容易跳嚟團考咧，我嗌讓你發重點，請考什麼？好啊好啊。該10號中英語班，其他科目如果50條嚟啦。啊？买个一般的是吧？你也给我买个东西啊？不是付呀，当便宜哦。你不点嘞啊？啊？啊，我来想穿的哦，那么2000年啦。 给啊，赚得穿自然年钱啦，猪头，去捡便宜啦。做緊啊！來，你點位小茶哈？什麼嘢啊？ 你什麼哦？冇按夾哈？嗌哦，算晒按媽你。大妹你做乜嘅哦？喺檢房度小火炭刺殺哈？太細啦，來聽刺死咧，就冇想到贏到啦。假使講哦，我真見視力檢度，以後要用班做生理咧，太細啦。 我真嘅冇想到2點啦。我冇問你民宿嘅問題，我問你做乜嘅刺殺？啊，你有錢，又會做鋪台戲，啊，有乜嘅想唔開啊？主幹，係講你願意哦，老愛做你嘅朋友，嗬？有乜嘅？ 情感度哦，想唔開嘅，冇歡喜嘅，講出來啊！看，該有乜嘅解決嘅辦法冇？你呐，喺啲時候啊，有挺多嘅困難愛解決，
也有挺多的解决的办法咩？吼，总是你呐，一时也会想不开呀。3年前啊，我出去创茶货，组团体嘞，线上做了叔叔以后啊，那一数哦，那一数就开始唔通发了，总行员工诶，挺难搞，不太一般的生意啊，就冇呛呛嘞，慢慢啊。就冇人可以抢来到做戏了。一般多几年呢？记得啊，一早离开，我爸就帮我戏班咯，就对我诉说冇睇咧，从我有冇用的人。还留在世上做嘛该？做嘛该？好个啦，好个啦。點哦？我老公哦，還差個時間啦，我啊就冇法度講啊。我個零衫哦，就時時想我，還係我老公哦，偷睡覺。我老公啊，死透了，就是我13年啊，孤孤死死，反正老不了。很奇怪吼，这2时，你有没冇想到死透了就好个呀？你看啊，我也冇来，也冇买啊，也冇乜个专长，吼，像会做些酱菜啊。嘿，主干啊，这2时。我死体了哦，应该就好诶，系无啊？阿春姨啊，你唔好安样讲啦，比起我哦，你的勇气比我还多。唉，素梅啊，夜到2時，啲咧俾爹人叫，夠唔再走啊？有素质的，你又会头堂骗人讲法？拜托，我那有头他。夜到2時，啲個爹滾按台上咧，連鬼啊都躺到嚟啦。哎呀，別，乜嘅鬼啊！唉，素梅啊，好彩哦，主幹嘛冇事體。唔過，哎呦，我有事啦，有乜嘅董事好事啦？你係什麼嘅啊？什麼嘅啊？冇，來份主幹堂好嚟啦。孫生哦，老主幹補一下，佢哦爭出煙嘛，應同佢補啊。喲，都做唔得堅定掉嘅。我都幾招好嚟啦。你去南美人呢，中意嘅哦，是幾酒？幾招做唔得啦？哦，師傅幾嚟？哎呀，好啦，你看下有乜嘅啊？哈，現在做現在事啊哈。哎，都啲哦，素梅哦，全世界最好嘅人啦。原來快樂咁簡單咯，做乜嘅我就做唔到咧。你下還想去死嗎？歹勢啦，本也得炒飯咧。第一件事情，愛讓你來做奉騙之功，而向向海外素梅變做慈人嘅凶手，給條火炭，係你肯給買。咁講，你可以吃到一生人，都會幾開心嘅係嘛？歹勢啦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讓我談清楚，生命係做唔定拿來講笑嘅，一張嘅。都有佢上等的意義，嗰個係有思考能力嘅人，你竟然按用看冇這個愛生命，你有沒？啊？樹無巧，都係死嘅嘛？啊個樹團體嚟嘅人咧，佢就看唔到，睇唔到，伊唔好騙嘅人，我用嘛？啊？我嘛都係死嘅嘛？
唔系啊，唔系啊。你爱用忠义之家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几条讨厌顺风的人，关心你的人，你都准做夹到迄屁系冇？假使你准做迄屁，你就自己冰冰的就好了。你偷给在小朋友面前洗了，还会本夹到的嫉妒，留下残酷的阴影，系冇？你爱用做，干唔会太自私呢？我老人讲，你做唔得事，人嘅命，迄眼煞未老人纠正落嘅，人嘅命，迄关心你嘅人呢，树木桥都只有医生嘅吩咐做复健，有郁症，配合医生嘅处方。做治疗，总讲，你做唔得放弃，无任何人放弃你之前，你喊卡做唔得放弃你自家。爱弟，爱弟。爱做我该不从了，该不从了。作弊哦！万一被抓到，我会被记过哎。靠，说什么鬼话啊？照一下是会死啊！我真的不敢作弊的。大明，要问我妈杰哥啊，作弊是不对的，只有尿裤子才是对的。我们明天就把你尿裤子的事情告诉给全校女生。哎，你干嘛这样啊？不要这样也可以啊。那你明天小抄记得准时交哈。 记得啊，走。还说没有作弊，那这些是什么啊？主任，那小孩是梁志杰，与我们无关。梁志杰，这些小抄是你的吗？啊？秦主任，我听说梁志杰……没错。 梁志杰被监考师当场抓到考试作弊，可是梁志杰每次考试他都第1名，怎么有可能会作弊呢？成绩好的同学也有没准备好的时候啊。梁志杰，你说话啊！如果你没有作弊的话，你就说出来，老师可以替你主持公道。 你把实际的情形说出来，你的成绩这么好，根本就不需要作弊啊！老师，我快要尿裤子了。李铁雄，问完话马上让你去，吵什么？那些小抄都是我的啦。梁志杰，是不是有人威胁你？你不要怕，全部都说出来。 老师会替你主持公道。没有人逼我啦，小抄每一张都是我写的啦。写小抄还敢那么大声啊？梁志杰，你真的没有话说吗？包庇别人不是英雄，也不是义气的表现。事实就是这样啊，为什么要我说别的答案呢？
唐老师，学生作弊已经不对了，你还逼他说谎，你这样有资格为人师表吗？啊？对不起。回去每个人写一份悔过书给我。唐老师，学生作弊已经不对了，你还逼他说谎，你这样有资格为人师表吗？杨志杰，你为什么作弊？我没有，是铁人和大饼要我照他们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跟老师说？因为你怕他们打你是不是？不是你想的那样了。那你说啊，为什么不说？好了，吞吞吐吐的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我不喜欢弄弄的男生，我再也不会跟你说话，也不会跟你接 PSP。再见。阿爸、阿妹，你着得天通，做得人来讲，唔过运用加什么啊？大家都知道哦，阿 K 的自尊心很强啦。等一下他回来，我们就要装作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迪莫，晨晨吧，来看那水鬼吼会被记事大过。阿 K 回来了，聊天。阿 K， 你回来了，赶快来吃阿甘酥哦，有买好吃的炸鸡哦，还小露露的好香哎。哎，阿姐，你不想吃炸鸡没有关系啊，橘子姐姐有准备寿司拼盘哦。今天考试结束，大家轻松一下嘛。水鬼诶，你报新的报拉拜嘛？啊，你考试作弊哦，俺们讲你哩还有面皮啊？而台子甲皮摇肚是哦。我讲你啦。刘淑智啊，来讲伊迄叛逆期哦，伊迄心情唔好，你讲爱用哪个还哦，对唔错啦。喂，算的啦，阿 K 去可能真球嘛该苦衷啊。来讲球嘛该苦衷啊，总共哦，基本爱用太高哦，皮摇肚是对唔错啦。哎！啊，水阿哥啊，你好无啊？好啊。哎呦，你又为老矮不开太过穷样咯？吼，其实俺不哦，这回吃啥，多了哈，身体还动气呢，嘿嘿，跟肉脚穷样啦。哎，水阿哥啊，你做的本来，你今年跟多么啊？现在啦，上落来上落来啊！啊，好，俺来咯。喂，俺这个来嘞。哇，应该同桌166是第二什么从上半年长自杀的人呢？哎，你讲的咩嘿？真紧哦。错嘞，人好好个，
做乜嘅去吃啥啊？哎呦，我好朋友猪八戒哦，当我，佢就唔會作弊。娘啊，你咁咪比豬八戒行我，姑說真係作弊啊？真唔係咧，我係因為背唔會曉，就為聽手機了作弊啦。我安靜，做乜嘅去作弊啊？哦，係安樣哦，細阿哥啊，你做得老外講，你本人為啥嘅原因冇啊？我冇想講啦。哎呦，細阿哥啊，我用我生命哦，告訴你本人為啥嘅原因，好冇啊？你認講我誒，哪有生命啊？唔係，我係哦生嘅。細阿哥啊，我老人講一件事情好冇啊？乜解啊？我老人講啊，因為我太哥啊，3年前出一場車禍，結果樹挫傷咧，了下無槍頭擺哦，暗槍哦。佢哋話老人講啊，我本來比起來，佢用2隻樹哦接轉來，萬一佢失敗啊！我就死定了。其實啊，還沒動講呢，因為3年來，佢唔是成功。哎呀，冇事啦，我開始咯。看我哈，我比起來咯，我開始咯。哎呀，冇事啦，我條話冇準備好啦，過一拜哈，過一拜。朱干叔，好，我開始了啊。耶，朱干叔，你成功嘞！成功嘞！細阿哥啊，你做的老外講分本人微笑嘅並咩冇啊？因為我同學危險我，為到我終於解成為一個面條前，講出我小學嘅世界，因為降水，所以學到來鳥嘅事情啦。原來係咁樣哦！哎呦，這個啊，面子的問題哦。當然啦，當見笑的，我是係自由身的。細阿哥啊，你聽下問我做乜嘅愛吃啥？我咩係面子的問題啊？因為總得個有功能圖嘅動作，所以不平笑。其實你唔是才藝啦，你跳下唔係成功嚟咩？係啊，細阿哥啊，我個人講一件事，自己係解啊？你讀初中喺度係來鳥？唉，給初二啊有一年啊，我就發現我自家唔會來鳥咧。我當歡喜嘅，我就老所有朋友講，我唔會來鳥咧啦。我給我自家嘅心理障礙。做乜解會啦？所以咁樣講啊？因為我唔驚啊，我唔會來鳥啊。我老所有人講嗬，下一拜啊，曬啲我杯皮蛋嗬，唔係我來鳥嘅。哎呦，我肚子很油啊！
哎呦，你行到哦，但不要老早嘅哦，输血手枪枪哦，压落去哦，压落去哦。我哋會面對問題，不過那就很簡單啦。阿 K 要作弊，聽說有原因呢。不過，佢就係唔係老愛講，我感覺真無干無實，敢迄樣也在做先生的太失敗咧。哎呦，功課哦對阿 K 啦根本冇問題啊，不該考試作弊。聽說哦，迄本人厲害的啦。哎，唐先生，你喺木做暗講呢，見作定係暗看，看到我骨頭都軟脫咧，我驚我會冇聲音，愛到面呢。你頭家講嘛嘅？哦，我講哦，你喺木做暗講啦，見作定係放電，我驚我會冇聲音，愛到面。無人係人佫講解白。嗯，佢都明明冇嗌啲講乜嘅。嗌咩呀嘅意思？嗌咩談到，迄天人老太俾人威脅阿 K， 不過就係唔知，因為阿 K 願意本人威脅。唉，係咪要把柄本人啲咧咩？呢種嘅事情哦，做學生嘅時節，家家都會度過啦，你有乜嘅好奇怪咯？佢唔頭擺，迄嘛嘅把柄當人嘅樹風啊！哎哦，又真經靠到嘅咧呢，而邊哦都會騙人嘅把柄本嚟啲啊，嗌基人啊都會負責威脅騙人啊。嗯喲，阿 K， 哦，你的這有數字啊，都給彰顯出來，哎，你全部的皮有都是呢。有認同章嗎？哎呦，你學太多咧。哎哦，我兩樣東西全部是家鄉來張感應。都有趣哎！你在那口啊，吃飯了，吃飯了。來吃啥？本人救多了去哇！上帝3年來，來自法的過去，總知道。全世界人啊，就對不起我。每當我去家當猶豫，到兩下我才發現啊，唔係安用嘅。唉，我到兩位啊帶給你啦，我才發現兩位人哦，大家都會關心陪你啦。你啊，當幸福嘅。就講說。幸福係乜嘅呀？一條除非得一個烏卡唔幸福，就會累到了位。一條得了位，是係青島遇界，長須界一口天天啊！阿哥啊，戇居誒，總有一日啊，你會發現嘅。我係想冇概念嘅呀。阿杰哥，你上次给我们的零用钱已经用光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好穷哦。对啊，再当年郎来花花嘛。我没有钱了啦。不借钱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愿意在白雪公主面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铁人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跟你要钱，也再也不会找你麻烦。走开呀！哎，少啰嗦啊！这手表不错嘛，应该可以带报警。你不要太过分，那我妈给我的。那我怎样？快把表还给我！少啰嗦！你在说什么？丁经理长多管闲事啊！我要跟他报告你们抢梁志贤的手表。小两口还真甜蜜啊！对啊，有没有打小报告？让我去打小报告啊！不知道丁爸丁妈妈知道自己女儿在学校不读书，每天在那边谈恋爱、打 PSP， 会怎么样啊？你们啊，手表还我！哎，手表还我啊！哎，你去甲查去做乜嘅啊？哎呦，凊彩啦！哎，講完乜嘅事情啊？你兩人對乜嘅鬧嘢咯？阿 Ken 社長哦，係咪叫佢俾人打死啊？
哎呀，本日大事哦，你要做唔得咧吹啊？哎，迄面子的问题呢？你咧吹留个天数哦，你下礼拜永远面皮，伊面对佢做嘢什么呢？一汉干嘛给面皮啊？哎呀，好了，看啦。这边我！敢跟我耍狠啊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啦！再凶啊！再凶啊！你怕他们打你是不是？其实你不是菜鱼啦，你跳下唔系亲我妹妹。我不喜欢弄弄的男生。再凶了！我再也不怕你们了，你们再做什么都不怕了，你们再也别想威胁我了。有种人敢打我！哎呦，阿 K 嘞！哎，我帮你啦！哎！某事情哦，你们两个以大欺小，算什么东西啊？干屁事啊！走！呀！这！下次你们再弄梁志杰给我试试看。你以后再欺负我看看啊！啊！丁俊，照片给你。对不起，害你被误会了。被误会的是你，我今天不该说你懦弱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统统给我回去训导处！总算一冲水一推白菜，好在哦，你有大天发本啊！我刚已经查出阿 K 无作弊嘅，韩国要针对高眼抛离罪犯项哦。过太子啦阿 K 答应嘅事情，虽然哦迄次我封闭，过好高无鼓励一炮自炮，古手机用啥哦，韩国的老通父母将有表示处罚。哎呦，红尘尘小姐啊！你拢会讲暗从伊创作乜嘅啊？来，哎，要食到眼个天花哦，天天都付来了逼咧，看法到眼请来肉逼嘅。结果啊，你竟然来讲了掉啦，做地哦，我都冇来咧。明明就关心阿 K 的事情，做埋个假装无猜一样。所以啦。既然吼，原来咧，来都弹一条曲嘅本弹。哎，你知道那条曲嘅用呀？曲嘅哦。俺妹讲唔出来诶，就是一首摇滚歌曲，旋律亦普通，亲像小题嘛嘅，俺也唔知哦。无猜伊条讲下俺讲嘅话啦，因我俺系外行嘅啊。你咩外行啊？阿妹，通通，阿春你谁理的？好啊，你都通吼。下一摆哦，莫来熊打啦。唔看啦。
汤圆豆个面哦，哦，豆个猪头香香诶。哎，真好呀，时间也对好哟。哦，好诶，自家哦再弄一下诶，明日去哦看下哆来咪啦吼。还有哦，有人去嫌我啊，我很记得你做事啊，行一摆就没请你麻烦了呀。什么你？错诶，你要不给你打吼，佮因为阿瑞哥来电来啊，希望也下冒昧调做面中有抢一下啊。好，阿瑞哥竟然坚持唔救啊！我本来哦嘛唔知，伊总嘛计唔本来，佮做着去救你啊。本面长地哦，原来佢迄有容易嘅啊。嘛介容易啊，可俺就紧来打哦。佢讲哦，就算日本人打回时哦，也要老爷勇气激发出来啊。安尼下一摆，第什么嘅面条钱哦，怎会有面子啊？也错啊，总共什么你对哦？正经嘅什么爱哦，佢老同父母哦，就恋爱跟他做啦吼。唔是上啦。你个唔知干咩嘅东西？阿 K， 来，大家帮你哦，打头面吼做在老五常出的。哦。佢应该哦，会拿两扎。用白眼光啊！安用哦，阿 K 将会变做咸蛋超人啊！应该小扣很冷嘞。哦，阿 K， 哪天祝你老师傅脸厚嘞。什么你？来，海老你的。主角马叔，你讲错嘞啦。其实，一位嘅大声音都係真心對我好嘅啊！一種相互照顧、樂關心嘅感覺，就係一種幸福啦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哎，有啲經驗啊，蒙太家就睇啦，係啦，冇費事，什麼啊什麼啊？你冇我開班嚟嘅時機咯，我哋揭場嘅啦。揭起嘅啊！人生難得嘅經驗啦，也係聽下 T 派啊，有什麼要叫捱哦？捱咯，K 到你大啦。主幹哥，要有幾下間學校都可以請部隊去個指頭先生，你參考一下呀。董先生啊，什麼嘢哈？呢條資料我點會好好看呢？希望對你有幫助。什麼哈？大家好嘞，再見咯。哦，再見。不幹啦，一路順風啊！兄弟，再見啦，大家。再見，新年好。好，兄弟，再見啊。哦，再見。好嘞，嘿，你那個間房哦，愛整理的哦，都整理哈。好，上，去。這個啊，你愛考沒考題了沒？成績單呢？成績單唔知飛到哪嘢啊？哎呦！阿 Ken，通係成績單中咗幾啊？阿瑞個成績單問捱啦。哦，好的，有一科吼冇 keep 嘅啦。阿瑞，你用講法誒，孩子要擺考試進步多多，先值得鼓勵嘞。哎呦，真勁的嘞！哎，以前哦都是滿江紅哎，這次哦可是只有一點紅，台詞很強哦。都應該考試之前團題目太強烈啦。哦。你安會團哦？竟然咁早地講一下你阿幾睇落嘅，你記得好啊？阿瑞，莫個幫忙的啊，迄個台詞吉他，一擺哦，台詞總算哦，像請伊名嘅報酬哦，用不騙人嘅。幾有用嘅喏！哎，南美人吼講話哦，就要有信用。我喺老嘅上度吼，全部都 keep 嘅，真教佢聽吉他呢，講話有信法。阿瑞哥，你欠我講殷勤啊！就是啊，台詞要擺7分呢，還有65分呢。你哋哦，唔是健康學堂嘅話，下一班嘅考哦，我要用本事幫阿瑞哥咁樣教下吉他嘅啊。哦，聽到冇？你啊吼都係要跪起啦，南美人哦都係搶眼用啦。
这个，变手，变手，变手，来，变手！给了。阿瑞，你无爱叫他去变手咩？没有。哎，来，哎，变手嘞！会冲嘞，冲没啊？哎呀，变手，来呀！我要麻烦了，阿翠请我喊，阿翠请我喊，请我喊，请我喊，我要麻烦。哎，谁啊姐，你会来请你们呀嘿？然后来带。哎，小姐，我就黑啦，你敢唔先煮份咸饭啊？你去倒些？哈？爱去倒些？那个星座的。哎，小姐啊，爱去倒些，某个星座老有某个相关啊？你到底要黑么啊？真紧哦，迄去犯相处嘅人。哎，你这样莫名其妙嘅人呢？阿春姨，呀，不你处理哦，我要先去躺下哦。哦，哎，佢啊，小富嘅啦哈，这个现在就安用啊，来，我让登记下哈。然后伊杀双人房，谈真着迄个，韩国名传家太嘅种。是啊，姐啊，外头嘅单人房吼，一三年带就来啊，韩国单人房嘅价钱哦较便宜哦。唔係三人客，看到嘅我男朋友要過來攞愛飛下。哦，好，我會很記得哦，準備2份嘅東西啦哈。太子啊！太子，來，老師啊，這個東西哦，拿你去檢房啊哈。张17歲聽聽呢，老師來強一件，俺們剛好。哦，我操你啦！我無法度過關。係呢時間唔變嘅。韓國講，我無法度賺錢。好啦，我要佢明白啦。小姐，我係寧夏。哦，佢我眼鏡哥要聽聽啦。寧夏已經紅到雞皮，我嚟帶個希望啊。唔是啦。哎，你做乜嘅啊？幾醒來嘅寧夏有啲奇怪嘅，條花企到人嘅門口看來看去，青葱都前萬年嘅。冇啊，冇啥。對幾醒來嘅細妹啊，佢青葱同佢偷看太子哦。生到安用，很容易來偷看咯。太子，你當我唔會對啦乜嘅呀？幾耐先衣服之類啦？夫人嘅頭腦啦，係根本就唔認識嘅細妹啊。反正啊，佢嘅細妹看人嘅目神，就會有對怪怪。哪種怪啊？我阿媽講唔出來。太子，我喺問講聽啦，你做乜拜拜都係用啊？我聽到你啦。上課啊，看見喺人嘅學堂啊，喺帶人教教嘅人啊。哦，我上去躺啦。阿生，你怎麼還沒到？為什麼？你答應人家的哎。你別擔心啦，我明天一定會到。你自己先在那邊待一晚，好不好？乖。你要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待一個晚上？你說不夠的錢我都帶來了啊！我爸現在說不定發現了，氣到腦中風了啦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說那個家我已經不要了啊！我們趕快結婚就對了。那又怎樣？等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結完婚了，我不管，你明天一大早就過來。你有冇空咪中英兩年喺檢縫咯？有啊，我要
哭啊，爱哭啊，真太伤咧。可能你打电话无通到啦。哦，细伢子啊，你唔去有点结惨的灌小啉啦吼。好啦，莎莎出去啦。哦，好。阿生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那个男的了。结婚哦？哎忧伤呢。阿瑞啊，你去洗菜哦，开始涂家呀？啊？做咩？你做乜嘅副電門啊？根本你啊，唔係帶你來一隻新嘅人客。哦，幾時識啊，妹哦？一樣嘅咯。哎呦，幾副卡多嘅人哦，親像唔啲佢嘅鴉片，捱團哦，做乜嘅啊？睇咯，佢啲塗家嘅細妹哦。塗家？咁妹，咪講，而且意思啊，較好教嘅細妹啦。無想一本廿一年哦，佢出嚟教1-2年，目標按到啦。你幹嘛做啲事啦？不過，喺度聽到佢講，佢走出來嘅啊，韓國親像同男朋友講好嘅哦。佢都錯咧啊！聽說哦，迄個男朋友講哦，要出來撩的啦。無想一本哦，不開人哋，迄愛哦，免無想一本見不開人哋啦。做唔得哦，經常哦，佢唔錯嘅，佢係爭17歲嘅。哎呦，本佢唔差足多哦，演哦要不要見你哦？哦，淑梅啊，你安心啦，然後查佢哋有本屋，係真派經營呢。講幾個警察嚟，也係強到哦，喺擺兩道，就唔會驚啦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最近有乜嘅事情哦，我看哦，一個消息出來，細妹哦，係哦，係細你嘅，唔好哦，就主觀暗用，有乜嘅能量真好嘅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